根据议员林美燕所公布的资料显示，万里溪树地方是台南上偏西南方，而且当地50岁以上老化人口竟占3成8，连一个病院诊所拢无。长辈需要看医生，上近到市立病院也需要9.8公里，烦恼影响急救的速度。议员回乡进前，设疫苗注射站，也需要请卫生所来支援。感慨不是地方无爱做，是因为无法度做。你现在因为当地如何进行公办中话，所以强烈要求市府相关局处一定要保留医疗用地。对此，市长嘛乐观其成。南区万里洗漱地区也有人口老化，现万人自办从化区正在如火的建设，市府又在湾里北端洗漱之南规划着公办从化区的大型建设。该地区人口将一起的会增加，可预见未来它的医疗需求将是民众所期盼的。而目前该地区距离现有的大型医疗所明显非常的偏远，政府实在应该预做新建医疗院的规划与准备了哈，这是我们的理由。那要求呢，我们要恳请市府在现在的湾里洗漱公办从化区里面，在规划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规划预留大型的医疗建设用地来盖我们未来一个就是医院用地。我们来研议一下，就是它这个都市计划图管的相关的规定，看是不是合适。好，那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再跟都发局再来研议，看这个附近是不是也有适合的地点哦，可以再来做一个都市计划的一个变更跟规划。好，我想这个地方应该是蛮有机会。它是在台南市的最南端，所以说它的交通要就医，民众有就医的需求，人口又很多，老化也严重，所以说我们也乐观其成，在洗漱湾里地区能够有一个医疗的这个规划。那现在正好碰到市地重划，那市地重划的时候，把它医疗专区或是可以设立医疗院所的专区把它规划起来，应该是乐观其成。议员会长嘛以当地各里的连署书要求万里溪区就是爱一个医疗用地心声，第二会积极向市长请命。台南新闻管制林英光采访报道。